安尼真正唔通，我感觉唔通。唔通啊，唔通！哎呀，今仔日来宾是立委第31届金曲奖台语男歌手的张伟忠。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伟忠。这道立委的这个专辑叫做《唔通》对无？你也伫网络顶管吼，你也来看吼。大家定定咧用的是华语的母汤。母汤。哎，为什么你要用母汤来做你的专辑的名？其实为我开始写歌以来吼，写台语歌啦。其实一开始我嘛无讲介注重这种用字的。台语正字。正字的这个方面。啊，毋过咧是我开始写接受到这个台语正字的这个用法了后，我就感觉讲，因为咱身为一个创作者、写歌的人，我感觉啦，我有义务爱将这种正字的这个用法，互咱的传落去，互咱的歌迷，也是听着歌的人，看到迄字的人，会知影讲哦，原来这种台语的正字应该安尼用。所以讲，为我第2张个人的专辑《勇士》迄张开始，我家己写的歌，我的歌词其实。就伫咧即个用字顶悬正即个斟酌来用心就去用这台语正字。咱连迄个制作团队其实嘛真用心，咱拢是一字一字咧去查，所以淡薄仔啦，有小可嘛是有迄个无查到迄个字啊，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拢会去网络顶悬帮咱修改安尼。大家做热心呢，因为其实吼你也为精神层面上面去看，这是一个足高尚的一个情操。因为迄当阵咧讲爱用唔通即个正字的时阵，其实咱规个即个制作团队啊、企划其实拢有咧想讲，敢卖用正字安尼来写？即马流行的是用母汤迄2字。是啊。毋过我就是感觉讲吼，既然要写台语歌啦，感觉既然有正字，咱就用正字。所以讲我顶回。唔通这张专辑咧宣传的时阵，到迄个台语台，迄个陈鸿辉老师，老师看到伊就真欢喜，伊就讲哦，袂歹哦，少年人正字的唔通。因为真少有台语歌手落去用正字落去写，唔通这个歌内底另外一个词，那鬼啊是什么意思？那鬼啊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原住民啦，台湾族，那鬼啊意思就是。唔通的意思。哦，那鬼啊，就是唔通的意思。其实就是唔通，啊个正拄啊好，就压着迄个押韵，那鬼啊唔通，啊就讲正拄好安尼，所以我就用入去迄个歌词。安尼，你伫水啦内底，这叫做伊他杜萨铁路沙帕。铁路是啥啦？伊达鲁萨德鲁斯巴。伊达鲁萨。德鲁是吧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进两三四的意思。啊，1、2、3、4的对啊，进两三四。我进前几张这个专辑内底歌曲，其实我拢有尽量这个综合咱的这个原住民的话。母语的对啊。母语。安尼你台湾族语，敢通教我几句话？第一个你好。你好，会当讲食歹食歹。食歹食歹。唔是食较歹哦吼。食歹食歹。食歹食歹。哦，多谢，这嘛是介绍。多谢。马萨鲁。马萨鲁，马萨鲁，真好记。几摆，食歹，哦，还讲我清楚。食歹，啊，多谢是马萨鲁，哦。安尼简单啦吼。会使。安尼我敢会当现场听你唱一个啊，将你来听笑。哦，好。哎呦，现场我经验。来。将你来听你心歌，将你来烧当作生命。咱的姻缘线，今生今世就已经注定。将你来听入心房，将你来烧当袂变卦。你是我今生今世的伴。你的手有够温暖的。哎呀，你手来遐冰啦。刷落来，咱来算2拍游戏。咱即马来进行咱的再会火星文。哎呦，你要跟我拼这哦！我食庆饭等你啊！哎呦，很有实力啊！这实在是拜托我一定赢的啊！因为我是华视调台内底台语真认真的主持人。你就歹势安尼。
好啊，咱直接开始，来出题无？第一条，袂顶袂当，叮叮当嘞叮，当，好无要紧啊，凊彩啦，哎呀，歹势，耶！哎，所以你是对的哎呢。呀，哦，无要紧，我先让你一下吼。第二条，笑甲变过，笑甲变过，笑甲变过，变，那我要简单点，重点就是迄字变啊。哎，无爱咯啊。第三题，哦，下戏下节，我无字字，我想啊，我知道了，下，哈哈，对吧？耶！我看啊，哦，字，哎呦，字字拢想无呢。第四条，佚佗，等一下，佚佗，佚佗，对啦，认了啦。应该是安尼吧？令下。哦，第五条，唠台语，台语我会晓写啊。我感觉无遐简单。好，我写好啊。哎，我写对啊。唠台语，好，嘿，唠台语我嘛是唠啦。厉害哈！3-2，获胜者张卫丢。耶！对啊，安尼你嘛无算介输啦嘿。啦，我差一分尔2分差1分尔嘿啊。啊，你真厉害。逐工拢在唱台语歌，你硬是正常的啊。你袂使安尼讲。说来，咱即摆游戏的规则就是讲吼，加多石头抓。啊！安尼我就第一摆的机会就互先互你。嗯，敢是无情人？敢，毋是敢。毋是。安尼啊，我是男子汉。哦，啊你笑。啊，当当五尺以上，我是男子汉。笑甲遮好听，拢有你笑啊。啊好啊。哦，所以这是我的是发音。我，毋是迄哦。我的音内底有一个我个，个好我，过来。啊，发功节。破，不，哎，快点，哎，你们安尼，哎，不，提示，金包银啊，金包银。别人的性命是黄金搁包银，阮的性命得。往走动。哎，我那是袂晓唱歌的人，我假唱一个。安尼迄个妈妈，请你也保重，敢是？是哎呦，安尼嘛是会使，妈妈请你也保重。按这条算我对嘛？嘿，安尼算做你一分。表对的嘛。无，还有提示啦，安尼一张。嘿，哦，唔通我过来讲吗？我心内歌嘛是唔通，来啊唱啊！安尼真正唔通，我感觉唔通，安尼真正唔通哦，唔通。哦，哎呀，互我显着这张命中注定，啊，这条歌有我足吗？介意的，思无的人，我心内思无的人。哎，为啥有你什么意思开阮的身边？哦，哎呀，好，一张，呵，哦，够难呢。希望的力量，希望的力量，希对吧？希，安尼来哦。你笑。我要做你心内迄粒温暖太阳。我陪你找回彼当时的快乐，
勇敢行出黑暗，做家己的英雄。展开笑容，就有希望的力量。哦，太好听了！其实我拄仔敢若佮唱着足侪迄个发音的字哦，英雄的雄啊，迄个。迄个，哎呦，你有够厉害，一点就知影，跟我无共。有啦，你嘛有啦哦。听讲张伟忠哥炸一个礼物要送互大家，哪一个三个？三个，对三个。这是我顶回肉粽节来迄个龙山寺求的一个兄弟啊，要来送互咱的这个网友啦。我本体是尔准是你立委公布了啊，你去求的，包掉，吼。哎呀，你搁去求的。安尼我敢是要家己留。红内裤啊，啥物啊？顶回我去上迄个节目，迄主持人拢讲迄拢无效，准备一个讲的。哦是哦。伊讲迄拢无效啦，顺其自然就好啦。伊是讲伊有着迄个。迄目睭高尖。着目睭高尖，爱着摕着女歌手啊，是无？这牺牲感会伤大。哦，还好啊，台语拢歌手。对啊，呢牺牲会使啦。牺牲有够吼，牺牲有够吼。卖啦，唔通啦。别安怎摕着这个兄弟啊，你只要分享这个影片，刷来你下骹留话讲水啦，然后讲一句勉励家己的话。你来示范一下。水啦，水啦，我就是要摕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。安尼好啊！谢谢张伟忠来咱的华西钓台，谢谢，拜拜。